香港海防博物館係香港其中一個傳説係猛鬼地方，不過向嚟討論得比較少嘅。喺開幕嘅第一年呢，海防博物館呢就係因為鬧鬼而上報紙。話說開幕前夕呢，有夜更當值嘅保安員呢，據說佢第一日返工呢，傍晚6點幾嘅時候呢，就已經天黑啦。佢喺館裏面巡更呢，就喺館裏面見到一個長髮及腰、面目唔清晰嘅半身人形物體咧漂浮喺半空中。佢當時即刻嚇到辭工唔做啦。而另外有一個保安員咧就話咧，佢獨自巡經博物館嘅布雷房同埋碉堡嘅時候咧，不時會聽到女性嘅尖叫聲，同埋喺佢耳仔邊低聲講嘢。有話海防博物館就係因為鬧鬼咧，所以係香港唯一一間天黑之後咧即刻閂門嘅博物館。咁你哋又覺得係唔係呢？請大家留言點讚同埋分享我哋呢條片呢。拜拜。